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特別嘅故事。佢咧就係啱啱24歲，本嚟就係今年3月份就會從中文大學畢業噶啦。但咧距離學位只剩1個月嘅時間咧，就俾中大趕出校門。而一切咧就只係因為佢喺舊年香港發生嘅驚天大火咧喺度發聲啊！佢嘅故事咧就係反映出香港即係呢個政治氛圍下年輕人為公義發生嘅代價。佢個名就叫關景峰啊，咁 Miles 關咁樣係啦。今日我哋就請佢上嚟我真 talk 節目咧，分享下佢嘅故事啦。係你好，Hello 你好，我係關景峰，你好。係啊，首先多謝你，即係第一次肯上我哋嘅真 talk 節目啊，同埋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下你自己？譬如講而家本來係讀緊中大咩學系啊，咁樣讀咗幾年書咁。係我本身係喺中大嘅政治與行政學系讀書嘅咁樣，咁呢個課程呢個系就係要讀4年噶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前後停過學2次關係咧，就結果用5年半嘅時間先至讀完，係啦。咁就最近就喺被捕之後就收到大學嘅通知，話要帶我去聆訊。咁然後最後喺聆訊之後咧，就佢哋本身就住要求我上聆訊嗰件事件咧，就冇再作判斷，但係就另外加咗2個嘅，即係佢哋所謂嘅罪名啦。咁然後就滿足一啲條件去踢咗我出校。咁所以依家嘅情況就係我修畢所有學分，本身係等緊畢業證書，咁但係就冇咗個學位啦咁樣。係啦，但係即係見翻都已經有中大同學咧同你開始聯署啊，即係大家去寫公開信。咁最新佢校方嘅回應係點咧？同埋你對於佢哋聯署啊，即係各方面嘅反應係點？老實講咧，我根據我自己了解嘅話咧，其實校方唯一一次嘅回應淨係回應傳媒嘅啫。咁當時傳媒就係就住我對校方嘅一啲嘅質疑，咁就去問翻校方。咁樣咧，校方嘅講法就係話咧，佢哋就會按住佢哋嘅規矩去辦事。咁然後咧，就只要係滿3個即係所謂 demerit 或者係記過嘅學生咧，就要被踢出校啦咁樣。咁喺我留意到噶啦，就有校友同埋即係在讀中大同學嘅聯署咁樣。咁呢2個聯署之後，據我所知，中大都係未有公開嘅回應嘅。係啊，即係呢個聯署都係非常之強烈噶啦。你見到就係即係好快就超過1500人支持，因為我早前查嗰時就1500人，可能而家仲係增加緊吓。咁佢哋就批評校方即係政治凌駕教育咁樣，好似同中大佢哋嘅校訓都係即係相比而詞嘅吓。咁即係你自己點睇咧？即係當初你點樣揀中大咧？而係發生咁嘅事，對中大嘅現象你自己點樣評估啊？老實講，當我揀中大嘅時候，其實與其係話即係對於中大有一種咩人民氣息啊，即係環山抱水啊咁樣呢一啲嘅想像咧，其實我更加係受即係嗰度嘅學生喺好多年嚟累積嘅一啲嘅行動啊、論述啊各樣嘢，佢哋對社會關懷所吸引。咁所以當中大今日踢咗我出校啦，咁然後其實佢過去呢幾年亦都唔係咩都冇做過，佢有試過令到學生去停運啦，